粉紅高踭鞋慈善競跑比賽啦，咁大家都好踴躍咁樣去參與。見到呢對粉紅色嘅高踭鞋呢，就記住大家都可以積極咁樣去參加呢一個咁有意義嘅活動。粉紅高踭鞋慈善競跑比賽係香港遺傳性乳癌家族資料庫舉辦嘅一個慈善籌款活動，籌得嘅善款將用作資助經濟有困難嘅高危人士接受基因輔導同進行 BRCA 基因突變嘅測試，舉辦社區教育活動關與愛 Breast Concern Action 嚟提升公眾對遺傳性乳癌同卵巢癌嘅認識。香港遺傳性乳癌家族資料庫更係首個慈善機構作出針對中國同亞洲人嘅乳癌同卵巢癌研究，將能夠為亞洲人口帶來更貼身嘅治療同預防方法。而粉紅高踭鞋慈善競跑比賽2012將於11月18號喺赤柱大街舉行。咁請大家多多支持同埋參與啦！